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这个吴明义老师所写的，我照迄个字来读，文音白音啦吼。单车失窃记，单车失窃记算讲是安怎讲？头一本列为去 international 的奖项，当然尾啊，2025年，2026，台湾漫游录就毋若入围，而且佫是得奖，所以杨湘子伊嘛伫咧讲，若无头前的前辈安尼一步披荆斩棘哦。那找看有影披荆斩棘会使安怎讲？我伫咧主要是要来甲即本中文写的小说《单车失窃记》，要来甲读到台语的，总是安怎讲？拄着一寡字词，常常有可能会讲袂出来，所以就是爱来去找字词典安尼。张龙教授收一个，伫毋知咧，网下看卖啊，张龙教授安怎讲？伊进前甲即个单车失窃记的头前，算头的部分吧，可能就继续来甲读落去安尼。披荆斩棘，开山创业，冲破洞窟，披荆斩棘。拄山开路，一个语言你若掌握到，一定会听到，一定爱，那一定有迄个才调，通好甲伊做新词。进前是敢若迄算啥？伊的推荐书迄咧讲。吴明义即个单车失窃记，甲其他的一寡笔字册、Google 册，应该再找到袂少资料。安尼，即个是要接触迄个，中文节即若即若离，看卖即个若即若离，伊会使安怎讲？哪有哪无，袂哪有，是啥物货？讲我无我，讲开无开，也拿我，也拿开开，哪有哪无，好不管。吴明义的即个所讲的概念意义上的物，除了呼应有迄日的显微理论，伊差不多有迄种 Heidegger 的执着，你看满半沾无清无楚的，咱互物在世界形成的过程当中，互伊家己生出来，安尼甲就是见物即物，迄个啥？禅宗的概念吼，见物即物，明心见性，敢若是安尼先的看法。互单车吼，伊就是用中文用单车嘛，脚踏车嘛，电车嘛吼，所以当作书面语来读就对了。互单车在实质上含概念意义上的物质，真侪年前故事内底的老爸是一个裁缝师。真侪年前含伊的脚踏车无缘无难参去，伊下即字本身，所以要去找迄个下落。按后来即个人，伊讲按后者，所以有当时伫书面语当中，伊就讲前者后者用一个或者啥指示代名词。啊，遐指示代名词，头前到底是咧讲啥？哦，就咧讲阿巴斯。按阿巴斯知影外省那边的故事，台湾抗日分子、青年日本军人的传说，啊，佮阿巴斯因老爸捌水啊，伫咧太平洋战争期间，
互日本军停掉去马来半岛的造务。讲故事的人吴明义和阿巴斯并用并行哦。讲故事的人吴明义，就是伊就是用迄个啥，讲故事的人，会用抗战的时阵，才合作伙迄个啥，村上春秋的小说啦。小说当然，以某米人的角度来讲，水流主要论述伊支流的部分，有主要的配角甲第二重要的配角嘛，所以有足侪条线爱同齐去发展啊！你袂使一条河流对源头冲去到海边啊，你才开始讲哦，伊的水遮尔多是因为有其他的支流，嘛毋是袂使啦，因为你讲到尾啊，故事就结束啊，你即个要讲其他的，安尼可能啥物去听啊？无人要听吧？所以应该是可要讲诶，进行一段时间了后，到一个坎来先停伫遮，先去看资料一对，要去讲一下安尼。啊无，当然你看个人迄个表现法吧。所以你即个遮着逐日来思考。除了这了外，业务的女作家沙比人静子，佮另外用小说或者是回忆的方式，进入殖民时期的台湾生态史，亲像台湾也有做，甲日本时代吧，也是迄个应该是战后，就是讲去掠遐叶啊，甲迄叶啊的石骨拆落来，正做要构成100话其中一个大片，也是咱即种读中华民国教育政策的内底，是无可能讲到这嘛。所以讲，亲像台湾野话工艺的头尾，台北动物园的精细金身，啊，佮有去用派遣到日本马来半岛的工兵战士的造物，吴明义根据接龙，直接用接龙啊，这是 Solitaire 啊，这应该是无相款的啦，应该是安尼。传说故事的一集接一集的讲故事法，将这的情节拢甲刻画来。我要问的是，为怎样讲这么复杂的故事？为怎样和一台碰进去的脚踏车有关系？啊，这台脚踏车又搁正做，又搁安怎为咱来描述理解大历史的比如预象？像，批评者个人有无共款的解读？吴明义有另外一本小说是敢若福建人复眼人，吴明义应该会用伊福建的美学来回应，正做客观的影射物，碰见的遐真幼味的震动，也见天地颠倒病嘛，天地父。还是天地颠倒病，嘛毋是天颠倒病，毋这是等于是变来变去的概念嘛。天翻地乱，天翻地覆，天翻地覆，天翻地乱，天变地变。张良教授安怎讲？
天地变变过，天就要变过，天地请无变，天翻过，地变过。就讲见证历史的天地超无变，好啦，天地超无变。作家期待伊的叙述是悲观的，放大出种种稳而不显的细节，也就是宏观的画出前所未见的时空蓝图。小说家所讲的，小说家所做的，应变之人哦的名师具体的组织，是人物，甚至创造这其中具体的组织。吴明义早期的小说《虎爷》就底篇互感情，尾啊科幻长篇也互做互感情。散文集《蒲光》当中也提起着生物界和印象界的互感酒和咱的辣酒无啥相款。有淡薄仔无啥相款是一堆目睭，也毋过迄堆目睭是由无数的目睭所组合起来的互感，亲像云、山、河流、云雀和山丘仔的目睭组合起来的目睭，我斟酌甲真，发觉到每一类目睭袂输拢有一个空景，遐个光景组合做我从来毋捌看到过的一幅真巨大的风景，互感观天下。若准讲历史敢会当用阮一种，或者是有限的观点和说法，而且甲所有的真实无限上纲成做一种道德，或者是意识形态律令，安尼小说拄好会当哪近哪远的视野，正声喧哗的结构。就迄个啥，杨相思迄本册得奖了金陵来讲嘛，咱的民主社会从来毋是一个和谐的交响曲嘛，是众声喧哗的合唱曲安尼。你大声讲你的主张，我讲我的意见，有可能我咧讲的当中有听到你的讲法，无听准拄好啦。反正大部分人嘛咧讲家己的话嘛。啊，你若有听到，我若有听到，可能就收紧嘛，应该是安尼。然后伫即种吵闹的环境当中，继续向前行，展现史料，也是展现一种将来无料想会到的可能性。小说基向即种超现实的真实，伫咧单车失窃记内底，吴明义正着单车失而复返，碰见去找倒转所形成的动线，毋但互各不相干的人相互诉说，回想往事，形成倒声坡的网络，也互失去的亡灵一直出现。伊提醒咱生命不可知的一面，哪会是你我会当自然生物拢袂走闪。吴明义甲咱讲，台湾中部曾经夜飞，满天飞舞，都是迄个啥高雄的什么地嘛？什么乡袂记？武林武林的叶仔嘛是搁会上北去到桃园遐嘛，所以满天飞无好啦，自我家己的想法。吴明义甲咱讲，台湾中部曾经满天飞的叶仔，线一个一个正做蝴蝶手工艺生产线的亡魂。战争期间，中南半岛的大枪，互掠去训练，甚至正做属于因的世界和历史。这是吴明义思思念念的问题。
念之在之，应该是讲念念不忘，念之在之，思考袂煞，是一直笑念，就是我都放袂。念念不忘，心心念念，规心咧想，心心念念，规心念迄个无魂啊！这个生物敢有恁的世界和历史？这是吴明义心心念的问题。伊曾经想象，参像火神即种咱廖准，伊比咱搁较家顶的生物来看待世界。但是事实上并毋是遐尼微妙，而且佫有蕴藏要拍算解说另外一种，伊即个应该就是福眼人啦。啊，当然伊即段是伫咧迄个蒲光即个小说里，即个杂志内底提起的。天桥顶的魔术师，伊也捌处理过一条人变做象的故事。一只大象伫咧日头光蒙雾的街路，按象眼的来看世界，现实却变做无像现实起来。但且设计当中，伊就用专种处理战经参加战争，最后选架徛伫动物园的大象林旺，安怎来看？就毋是偶然啊！大象林旺是互人来使役、劳役，就是迄个啥车架。所以遮中文讲为人所役，为人所役就是诚做人的奴隶嘛。啊，毋过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奴隶理论上是人嘛，要毋过是象，所以象诚做人的奴役。这个毋是车架，车架是讲人，啊，毋过伊即马是诚做，所以即个物件，奴役受人车架，受人互人车欠，被彻底禁锢、颠覆、禁锢、颠覆，必须要感受迄种疼和惊吓，而且认定这就是象的一生所爱承担的。象的一生就是一个忍受各种折磨的梦，会做眠梦，啊，然后做眠梦的时，就敢若有啥物动作。佛眼所见是遮尔啊无相像，互咱再一次思考吴明义一物论要对互咱再一次思考吴明义一物论诚做借鉴借鉴。照镜变成照镜呢？照
参考，通互咱参考，像做咱的参考经验，小看样，小看样。当代西方理论当然会当互咱小看样。李玉林教授根据德勒兹的分子论，对吴明义的自然书写做出精彩的分析。伊举出吴来观察山海生物和无生物系统的变化，如同不义的具象和抽象的组织。等于到中国文论的传统，咱我们也未尝不别有所见，未尝不别有所见，嘛毋是毋捌看过其他的物件，晓？不别，就是有。好啦，凊彩咧讲啦，咱若毋是毋捌看过其他的状况，吴明义家己为即种全息提供了线索。伊曾经研究二十人安怎按时歌当中提炼出理想的典型。吴显阳历来是被当作传统性灵诗学最后的大师之一。伊因为反对照古早典故，强调直面自然，又搁认为诗人和自然相遇的境界，毋是来自客观景物的再现，是来自心理典型的骸教和生成。所以，按古典山水美学到现代，按古典山水美学到当代生态自然写作，从王显阳的新物说到米希尼克的显微摄影术，其中的差距是非常巨大。但是正个无共的时空论，完全就是促成吴明义构想植物论的动力。伊的写作是比较掠字、掠刀，对，搁有若有强烈的感悟的意味，就敢若亲像李玉林所论的指向身体振动力的并发传导。物若局限伫咧器物或者是符号，甚至是敢若有一个有情的诗人，有才调观物植物，兴教神会，将你启动大千万象的理来。我17世纪当中的单车，何必就敢若是四常定义下的器物理呢？福建人吴明义要讲，单车就山落海，历经车主和环境的考验，就是小说真正的主角。讲到底，单车和小说内底的象的命运互相印证，也暗示着单车就是敢若转物的象啦，转物的象，历经千辛万苦，出入丛林的象。象若烦恼，有忧也忧，像喜也喜的象。这是啥？简单的讲，铁头就对了，铁头的物件，这种学习吧，所以就是啊，幸福的起啊，放大眼光，用单车17记来看吴明义这几年的创作之路，咱毋若
咱毋若会当看到个世代交替，即个交替毋若是关，即个交替毋若是针对作家的辈分，也针对小说所投射出来感觉结构。我就用90年代以来，台湾小说一直有一种启明症候群发展延伸，这所谓的启明，并无真深的意义，敢若骨绝，敢若要用小说家发觉事物的真相当中的热衷，或者是幻灭。80年代末期以来，政治改严、身体解放、知识改革，小说也反映打造族群，或者是身份的认同，或者是身体情欲的探勘、性别取向的告别，就拢渐进一种按名利到真相，或者是无真相的讲故事的过程。原味种种的发现，按义愤填膺到悲伤，按茫到口舌，是前所引见。陆以军堆飞的荒谬剧场，赖香吟亲无见底的文字嘉年华，这是最近较明显的例。吴明义并无自外离这种启明的姿态，伊的自然书写体现参远山川、反省人类文明的梦点，就是上好的例。无相款的是，伊真紧就理解到种种将主体为名的启明事实的局限，像风人、野囡仔、酷鱼、恶女、异性、孤独、旅馆，敢毋是拢已经成做老生常谈？古潮物件讲甲迄种的晓，是安怎？古早破、老歌馆、套头话，究竟是虾米款的一种职业？社会是安怎用阮一群人用人类制造的一种符号体系去编写故事，而且按当中得到利益？啊，这个职业的人是又搁安怎扭曲、打造、铸造历史的意义，互另外一个人活脱到迄个，互另互另外当加回，或者是受刑，就讲嘛，造新词嘛啊，所以咧自我检讨是安怎，拢毋是照字词顶悬所用的字解说去用，煞拢爱一直造新词，这是我讲的吼。诋毁，家己思考后诋毁。诋毁是毋是家己伫咧思考，还是啥物货啊？吴明义所以就伫咧启明的边界上，对撞 entrainment， 伊家翻译做袂翕，所以 entrainment 就可能会使讲鬼屋。第一，伊敢是现代科学